能与人能同道非道同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契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资料来源网址1-2-9-5. 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于所否者，天便知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情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掌养万物。我较早无超过12点钟。感恩11点57:5311直接接袂到。今日是啥看？
好，感恩主义，上传完毕啊，这个。送上去。